嘛，这个传统上结婚或者是庙会等等的喜庆活动，拢会挂八仙彩来祈求着好彩头。台南有一个室内的设计师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工课暂停，所以伊就甲阿祖的画作，甲改做疫情退散的八仙彩。 阁有传统，阁有创新，阁会当来安定人心，即推出都大受欢迎。伫台南的大街小巷，会使看到店面的门口，也是讲宫庙挂这个八仙彩，看一个真会使发现讲店面写的是疫情退散。这是由台南一个室内设计师，因为疫情影响到伊的头路，所以讲就因阿做的创作重新搁甲画出来，加上网界元素，创作出这个防疫的八仙彩。然后这段疫情的时间，我就想说，那我是把我曾祖父以前画过的一些神佛啊，尤其是那八仙，我想把它拿出来做一个八仙彩的一个呈现。当然，我们最大的目的、最大的宗旨是希望真的可以在人心惶惶当中，可以借由这样八仙彩得到一个安定人心的作用。 伊有真侪创作的作品，伫国际上嘛受到各界肯定。伫疫情下，伊无因为安尼就失志，更加结合伊的兴趣，设计出防疫的八仙彩。这项物件一个推出，有真侪人介意，伊就将这个八仙彩的插图免费予厂商，互因去生产。另外，还有大纸、吹暗等等相关的文创商品，用这款轻松趣味的方式，讲会使互更较侪少年人了解有台湾味的文化。